水晶界技术盛会捷克魔色水晶展相隔3天了后，来到台南做展出。这次再来5位水晶雕刻大师的作品，佮加上书中30档的传家宝，让展览非常精彩。The newest collection brings arts of our most gifted and experienced craftsmen. I will mention a few names. You have already met our master engraver Thomas Lesser, but I would like to mention also the names of Mr. Selinger, Svoboda, and Mr. Janetsky, who is the painter. And all these pieces were creat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Moser New Art Director Mr. Jan Plechach. 大家可能在对我们台湾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像木雕，木雕或像我们铜雕，或很多像牙雕、象牙雕、玉雕，其实讲真的都不稀奇。可是水晶雕刻，全世界只有Moser水晶能够做得出来。作品有以女性音乐家为创作的天籁之音。还有蓝色迷惑、三女神等等，这个雕刻师甲优画、神话故事刻伫咧水晶顶悬，让大家感受到水晶之美。另外上特别就是这件创世亚当。今年雷斯大师带来的创世亚当这件作品呢，它是来自于他觉得说上帝给他这一双这个雕刻师的手让他呢有感召，然后让他拿到骑士勋章，也因此他将这样子的一个他觉得是一个礼物雕刻了、刻画了出来。可以看到他在刻画上面，从他的掌纹细节到他的血管等等，他都很深刻的做一个刻画。创作这件作品相当不简单，雕刻大师汤马士雷瑟讲，要有耐心甲毅力，才会当做出好看的水晶艺术品。魔色水晶展后续也会前往高雄新店顶地做展出，想要观赏的朋友千万唔通错过。台南新闻小海采访报道。